越剧《盘妻锁妻》，舟山越剧团演出。出品人萧雅，制作人傅全，剧本整理导演刘觉。艺术指导岳美缇，作曲贺孝忠、梁国祥，舞台监督陈仁明。灯光设计周银根，发型设计祝秀莲，服装设计张玉英，音效设计方斌。萧雅饰演梁玉书，张红饰演谢云霞，刘南燕饰演梁孙氏，陈玲饰演刘仁元，于燕饰演梁玉娇。林华威饰演何香，李芳饰演兰桂，安亚莲饰演喜娘，彭妙芬饰演梁宝。古板王江峰主胡红辉。
两副两包带路。是找不知常，何问往里来报信，离了隐藏叫我赢。古在金沙山湖里。落花原来是一方牛背呀！金银光洁，铁头玲珑，雕刻精细，鸳鸯有飞。只是珍贵之物，不知何人失落在此啊！这牛背不是寻常之物，那失落之人定然所见。我不妨在此等候，啥时前来寻找，就可原文不完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！这位大姐，看你人色紧张，事事紧张，莫非失落了贵重之物？哎，玉梅，这是我家小姐之物，快拿来！哎，岂不问不贵女子吗？既是你家小姐之物，理该由她来取呀。小姐，小姐，
兰桂，刘备在哪里呀？小姐，刘备找到了。喏，他有个闺女子。喂，我家小姐来了，这牛你好挽着她了。既是小姐之物，请将玉佩描述一二。金银光洁，铁腿玲珑，雕刻精细，鸳鸯有比。是此，请小姐收下吧。不行了。刘兄啊，小弟冒昧同问，方才那位小姐是谁呀？她呀，她嘛就是我的阿妹呀。啊，阿妹，小
小弟义兄自有洞场，行动过柔，容易听说还有姐妹呀。哎呦，那从前没有吗？现在就有了呀。刘兄啊，你休得玩笑。他到底是谁呀？哎呦，阿妹嘛就是阿妹。喏，就让我来讲给你听。阮小姐红目吞情到人家，为了长儿不长江，我听得破土浪声响，就起了落水的姑娘红鸳鸯。来，她是山东列镇王家女，最亲到南京来经商，只因父母跑病死，她受人去要过头江，我娘亲见她记着命令还高堂。哎呦，没有嘞！是此说来，他的遭遇实是凄凉。哎呀，是啊。请问刘兄，不知灵妹交访民，今日清晨督造，可曾昔日了哦？梁师兄啊，跟侬一不是算命，二不是看相，分得嘎详细，做什么了？哎呀，小弟与兄日有同窗，问问何妨？问问无妨？问问何妨？问问无妨？问问何妨？讲给你听，他呀，名叫云雅，今年28岁，为人贤良，秉性温柔，妙容虚风，样样精通，经济丝袜实实不错。这婚事嘛，怎样啊？还未出炉。哎呀，妙！小姐苦心为怎相当啊？小姑到此好绝望啊！大不是谁托刘兄前往事，免得另外月老必追账啊！刘兄，小弟这下有理了。你这个礼嘛，方才不是已经见过了吗？小弟又是同刘兄。原来那有事要紧我啊！这个啥个事体嘛？讲出来听听啊！王兄前来要帮忙啊！哎呦，这种事体我还没讲吗？叫我那个帮忙你啊！侬不讲啊？不讲我少想起来。刘兄，刘兄啊，小弟心事有实讲。当时今我为得着你记上天降，愿起云要来哎呦，原来是想救我阿妹为妻呀！梁师兄啊，我为侬求情的是到铺里下相府门看，你偏偏夸上俺个阿妹。
好个，今天啊，我就为侬做了这张汤嘞。梁师兄，你宽心放，这天配良缘真相当。你回家去禀明老兄，记得你真备着。今天啊，我先收了你这夏美丽。哎呀，刘兄啊，不是李梅她哦，哎，跟我叫我阿妹来当面点个头，哎，侬总可放心了吧？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哦，一切拜托，哎，一切拜托，放心放心，一切拜托了。哎呦，放心放心。这眼子没人做好啊，18只地旁弄少不了。阿妹快来，阿妹快来！恩兄啊，恭喜阿妹，贺喜阿妹！小妹喜中何来？阿妹啊，你只要备注阿妹，两师兄我去阿妹同齐回呀。望清思放内心，一天灵犀随风来，拜见他，气帅要平平来，叫声才上把再回。哎呀，阿妹呀，哎，阿妹你可真喜欢啊！阿妹，我怕羞愧，这姻缘真心配。两师兄虽是相夫贵公子，恰是不交功啊，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退入进心。哦哎哎哎哎哎！什么？他不是当上丞相？是啊，他父财经万家，他在家乡读书。他是梁思龙之子，一点不错。恰是健康披来香，真的我的。
娇，这可使不得。我要嘛！玉娇，这三母子是你弟弟从京城专才送来，今你哥哥摆设新郎用的，可不是平常之物。你要是谢呀，但等稍微静静，向你弟弟要也就是了。我想，夫人，今日快到，你带领他们前去宁吉花轿。是。玉娇，我的好女儿，今日是你哥哥他喜之日，外面高朋万入，你千万不可过于省心，有失体统。玉石体统实成小娃的，只怕坏事成见混死你。豪门贵，贵还是同一档，吕家女操起精神要比红啊！怎么因门夫亲事不相当？我岂不知这婚事既然不相当？就对，非说斤斤举子啊咋？你弟弟仔心去了他，我娘也只能顺水推舟帮班长。我讲我的好女儿。愈教愈是愈才愈貌的好郎君，娘见你这里红妆做对家，到那时与我金娃多风光。好了，花轿来了，随娘一去宁吉花轿。好了，好了，母亲在吗？新郎新娘随着
是我的儿啦。母亲，愿你们夫妻分离好了，我不为你弟弟爱子心切，也不忘徐老爷若人之爱。梁师兄啊，这种婚事真不容易，是今是愿一人，你是何里想我这么大为人呀？兄长恩，弟当多报，小弟愿献尽刘兄300。哎，慢，这新郎你的酒嘛，应该先敬敬新娘子才对呀。是啊，这个新郎你的酒嘛，应该先敬新娘子啊。徐老爷作为宾客，快到前去大街迎娶去吧，夫人请送母亲。梁师兄，你要给退夫了，应该要叫妹夫的啊。妹夫，郎君，我这个男人啊，也不用你来报答，只要你真心对待阿妹，我就放心啦。妹妹，侬安心在此，哥哥我喝酒去啦。哎，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？新郎里嘛，是有新郎官司的呀，都去喝酒去吧。送自为仁兄啊，送郎君。送郎君，东望悄悄近悠悠，我做高手内心的喜气深深我难以自，这姻缘把这切莫放在那谁？3月来里头刘兄把亲戚每朝亲戚原来谁？从此我思素尽无心宽，三菜肉白来相会，三五苏杂谁妈妈一代郎与恨有怀中有情无此数，一定相思你起呀谁？好容易拍得不的样子。
子，你初见之日该尽谁？娘子，苦思情，归心娘子恩情重，今日里花这代人从来几岁，一次从今里天上地去。相对曾经我娘子，请饮酒我不为饮酒。哦，娘子不为饮酒。哦，只是我饮的好，我饮的好。有什么为难之事？娘子上有为难之事，何不与我讲明？我也好与你做主啊！我与娃要见娘子请讲啊！你可知我是刘家一女，亲生父母好比生郎，上帝望着你。故而我独自救活，无奈恩兄苦救你母之命，万般无奈，我才答应这婚事。不过
将来负你人，从今儿外望今世要把你真是个小女，我俩有事岂是不懂礼之人？知情书非不言，有事何语打情言，举老之人当是报，谁下自然须人间，无况我辈子更一责，愿从明心老你爱三年，爱就等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结不归宗之语，心愿依然心怀情。娘子老了一天，万须早些谢谢。兰桂，兰桂，姑爷唤我，你就在此好好陪我你家小姐。我在此陪伴小姐。真心万幸，要是如此狗日，明日再来陪我娘子。姑爷，兰桂，今日你们初到我家人的圣所，3月后面可还红香就是。哎呀，娘子啊，一生路中，你要归上唱歌，你随风红，我是告辞。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早点去歇吧。我若是并无他在之事啊，今日中秋佳节，亲娘子在桂花营外饮酒赏月，望家好心中人恨，为茶后香，再三邀请，是何万不来呀？娘子的为人真古怪，好似庙中的观音，你呀菩萨，神灵我千年来你祈求一位，他对我何曾说过三句话，事情
谁笑谁生气，一无知谁让不能讲？难道他令我有阴晴？难道我何此打在了他？今日是中秋，农家祭，亲娘子来中同来生月娃，才能给家的娘子心中人，就是爱哭起来，你愿谁想？少夫人可人请来。少夫人，她谁黑谁大？哎呀，好，我想少得相公有赏。哎呀，我想娘子不为饮酒哦，你快去起步相茶。是。听他娘子一扭步。过江上心真离怪把情引，他满面春风，我才感动。知道衣裳月影，王娘子是谁？既成夫妻，何必客气？喏。我对他应啊情意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？我咋得快心，哎呀奶气，买谁与他讲？请来接礼，家父上礼，不接也罢。哦，请随便说吧。娘子此言差矣。甚至交往总有礼节，虽是夫妻，也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头四书通达理你，见面岂可连道理都不讲么？此次前来送接一礼。有礼不外，有礼不外啊！娘子，请手，丰手。哎，素日不见娘子，李子牛啼哭，饮着哭好。雅贵可听私话。我一切都好，与老操心。
你们互相请我前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？我见娘子总在到厨房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今日中秋，看此地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。哦，娘子是不会饮酒，我特地沏了一壶香茶，我们一茶对酒啊。娘子，请一茶。这茶嘛，我放在房中已经喝过了。什么他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娘子，你我三人夫妻，恰也难得聚单。今日起到此，何必居于为王？还请娘子再入片刻。娘子，你是来我家已有3月，我见你总是在来不在，不知有何心事难解呀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，娘子正是并无心事，看你这双眉尽数，容须对胎，岂是瞒得了人的？娘子啊，你到底有为难之事，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与你分忧解瑞呀。唉，你可知孤城是一孤城是地上生于地上是地上是与非常情，非常情与何必知？谁是个人是与个人啊是，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里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这他乃妹我两女是。你抱是抱来亲家子，何必往事比心事？谁让我今日才当新家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那你就猜吧。不是在我家期间，不是你故儿你心中闷难思。我好比那家的凤凰桥，今日一手我不是牙关是龙，不
诚心，你呼会插旗，他有三事，要为是龙舞差错，与我结共相思。我不是我娘亲待你，妻呀，你心谁为求乃其次？您当时身在高义为夫人，怎为妻呀小辈生儿子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你当然我娘子。因为终有十年，一次我一半见识太无知。不是你离罪高峰，心不坏，要是理想在公差会子。功名富贵可做到，我不也用话与全是。你另有阴晴，必有事，因缘不缘，配缘死。吹！你望为是不管家子，心头开无十里子。我见雨呀冰丝丝，难道你有雨伞？娘子，娘子，我就是不对所有人，忘记娘子来开始。这不是那不是，在来往为我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西家子，今日里乃猜娘子心中事。娘子的心事，我是猜不上了。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是不来，红是为你白天哪里相亲相爱三夫妻，你女上离婚送父母，这家
妻，夫有事你妻不是，你妻有事我夫担起，也是今日你所请在，为娘思娘思还在，谁人谁忘了娘子真不了？
莫非娘子心中还能生之不舍，安然离去了？我不必惊动于他，还是回转蜀王，明日再来劝嫁。唉，耶！我刚要回转蜀王，他倒在里面叹起气来了。有道是，要是心不知，但听悲语意。我就在这外面听他讲些什么。官人啊，官人！呀！他在当面所以叫我一声官人，今日背到就去官人来了，多少有趣呀！梁女士啊，梁女士！no，刚叫了我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？可知你也犯好心，把完劝解，凡是我多铁外恼，心塞长短啊！这恰是何缘故啊？爹娘，爹娘。
人间痛，今日很痛，受苦伤。娘子啊，小孩大人定要报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情话？今日到底是哪个？你该带我杀名袍，我弟弟在上，为上想能为你生缘血恨，也将那今日斩情交。师傅，你这不老成。天子下呀人，在我父心上学，你可知在草根过节，调随着你老情哟。听他言好是弟弟当配红，今日是两日老，你为公亲政理上中，你担心保举荣，教不了你上世把教弄，却为忠良心上凶，害得他家破人亡怨谁容，害得我美满姻缘一场空。本是我美丽家乡大叔公，老夫做古代梦，今日恍然醒大梦，从此几人联系好。是才郎，为父做场害忠良，定叫你夫妻一同到下郎啊！想到早晚有你妻娘，难怪他举目是谁恨母强。娘子你虽然有慈有大量，做事万喜善思想，若是文字上无妨，被人知道你需要你疯癫不是遭殃。娘有教啊，娘有教。骂得好，妹妹她无作非为谁难道？娘子啊，你不与我娘子同商量，只怕你空为大志枉徒劳。娘有事啊，娘有事。
求亲我不语，今所以满相思，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成夫妻重转世，结婚结着两只龙，再再不一两生子，三三要小娘我家，也不能欺把你冤好情，好情。你是非不公要弄死，你欺负亲，我不你，配当去比欺负。只是梦中知了，梦中雨，今上却能当一世。只是我父母在你当房子，难怪他报仇立大志。我之所离开明大义，岂能给一日一起伤良知？他百分之人悉体谅，我离开为他吟唱这弥天日，夫妻原是同林鸟，息息相关不用暗日，亲望去开山故宫，明心机。娘子开门，外面敲门的是哪一个？是我娘子来了。哎呀！把门敲。
心惊胆战问他想，娘子开门，心惊。请进，娘子，请。官人，请来见你，家务让你，不见也罢。啊，请坐。在边坐吧。官人，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呀。啊，你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我开门的呀。惊动了娘子，望不见过啊。夜深人静，到此做甚？这位娘子方才面带笑容，一言不说就伪装往来，我放心不下。故儿特地到此问得娘子有心事啊。我并无心事，你休得多言，请回书房去吧。啊，娘子并无心事，那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自言自语，不知在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。我明明听见的，你到底在讲些什么？啊，我是在念经。念经啊，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啊，是心经。心经。哼，这怕是念错了。我们有念错啊。至少没有念错，那就请娘子再念几句，请我听听。啊，遇到是无声念经，欲看无心，念过吗？也是忘记了。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你，待我念来接你听。我不要听，不要听，我也要念。要念请回书房去念。这书房中的念书，这心经嘛，是一定要在房中念的。我不要听。呵呵，你呀，非听不可。闭门乃此望瓦镜，开闸门啥有动静，谁可得清？娘子，你听了？我不要听。
走，今日无人家。那君见祈求皇上图报复，八月人我妹门必须容皇上。黑柳到城下云呀，谁赐风声几雷惊？这是你真正的心境，下面还有你两日用到，你这不老实。马明今日两日龙，不该让四大全龙。上欺天子下压人，上爱我父心上兄。你可知在草根不进，我定要收成你牢记用。这些总不是你买你了吧？下面还有你两生子啊，两生子不要听。这都不听，那就再听下一段。两月讲啊，两月讲。医生娘，我要回去了。慢，万岁万丈，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在后面呢。两月是啊，两月是。你往外绕多少年事，就当天晴我不允，今日你来相思，我家到你家为报仇，要人夫妻容转世，现场接着两日龙，回正不言两生子，山中要小两日家也不轻放你两月事。夏云霞，夏云霞，我的黑你父母传世法让，立根报仇。我继母素作夜苦战的，我妹妹捂着病面上次欺人，再也不愿我两人也非懂的，儿不自禁，有人带出了你。你竟然也不轻放，婴儿家上陪我自劳，天网恢恢，来，去到黑堂接我继母，替你父母受冤。哼，真正岂有此理！
意中定。今日你我谁如此难相信，这把你保佑自然忘归尽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无情，我也无情。这真是日本社会亚交杯，弄巧人策奈我下来。娘子她心以为真生了气，我怎能随风落帽子娘子啊，去不得啊！娘在草寺根，我也何惧一死？娘子啊，方才我是与你开玩笑的呀。我让是非不分，定然即刻去禀明继母，以后必尽得往来，对你实讲啊。这我毫无害你之意，娘子放心就是。娘子啊，你万才生气呀！哎呀，这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那，要是这想起你背离了。哎呀，哪里来的这许多道理啊？娘子啊，你受尽了。官人，你谁去了？娘子，少着弟弟精忠类心，让我上京赴考，救取功名。实是文章得意，上元接力，我休可面见君王，天女父母深冤呐！是此多谢官人。娘子啊，快请起！这是我去世后，留你一人在家，叫我日后放心得下。我才能安居吕家，等你回来。这倒提醒我了，在我离营之时，要留兄姐来，请你回去。官人，准备是我在身之宝，你将他带在身边，监陪就是借我一步。官人，早去早回。娘子
花了
臣此刻一定到阴曹地府见他父母去了。嘘，你快进去看来。圣堂拍了一地，是你。媳妇，嫂嫂，媳妇，嫂嫂，媳妇，嫂嫂，媳妇。死水美玉，连我人也不见了。莫非你方才露出了破绽？不未必。你弟弟来信说道：若是告中父子反目，雷门一女，下世何中？斩草之根，另配王亲。看来定是被那贱人逃走了。好一个狡猾的夏云烟！你逃出了我两家，两你也逃不出扬州。一定要斩草之根。上月公为公，你弟弟书信不到，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快快速速一些，快快与亲。大众金库满园，这个是大人过去，母亲亲我儿一路辛苦，花花辛苦。要是你弟弟出着来信，使你得中了金库少女，立该衣锦荣归，因我是子模样啊。哦，弟弟昨日已有书信来到，今日为何不见娘子？要是我的儿啦，这真是一言难尽啊！一言难尽。那我的长女夫人在哪里呀？你上京之前不是将他送到刘家去了吗？我未到扬州，即去刘家。他们言道是母亲放在陪人将娘子接了回来，娘子到底在哪里？母亲，你为何要接她回来？我故衣锦荣归，给嫂嫂回来等你呀。那让你即使接她回来，因何不在身旁？请他一次三色你，看来必定有交情。去岁人，要是你太放肆了。真不见娘子菊花，要是无道理，
啊，你要死！你弟弟来信再三的叮嘱，鸾门一女下死火中，再查子跟林配黄金，这于国于家都是天大的好事啊！母亲说得对，哥哥，母亲说得对。娘家做了天大的冤，是上去再去领判王亲，是要天当来听。文涛的故在家门上杀鸡，岸上如虎冲天起。在我自家不给的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！启禀少爷，此次搜寻不见少夫人。啊，那就去父王寻找啊！是。明天拜见杨贼之父，务必有我上元丰盛。是。娘子，李三。哪里呀，娘子，相公，偶像。少夫人你，相公不必伤心，少夫人何安才呀？你来怎讲？少夫人她没事。娘子在哪里呀？相公有所不知，夫人昨日接到京中来信，神色大变，立即命人就为少夫人已在商汤之中下头害怕。我正巧听见其人少夫人无辜受害，故而推推报信，帮少夫人闹成夫妻了。啊，娘子逃到哪里去了？他有可能先为吕家，再远走高飞。此话当真？是非而行，岂管偏离？亲随我也拜。姑姑，我好命苦啊！妹妹，你不要再伤心了。你是忠良之后，高风亮节。今日计外乃须其中，残害忠良，还要斩草之根，错把妹妹嫁进了良府。哎呀，姑姑，我是越想越后悔了。不，这也怪不得姑姑，如今我只与一死相拼。死！哎呀，不行，妹妹，快来，两家一定会死出声音。哎呀，今时今节可不用玩。这，我要报
老夫妹妹到此养罪。哎，姑姑，妹妹，我们快去准备营帐，即刻去追啊！刘师兄，刘师兄，是你了，躲起来！啊，来啦来啦！哎呀，师兄，哦哟，梁师兄啊，哎，你是来二夫去吗？是去二夫嘞？跟孙根不一样，你是来下棋还是来练诗啊？哎，我娘子在哪里？哎呀，哎，我娘子在哪里呀？哎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梁师兄哎，你的娘子不是早已陪你结为夫去了吗？你怎么还要来寻找啊？我倒要向你讨还我的妹妹，你还我阿妹，还我阿妹。刘师兄，据我所知，我娘子要先为刘家，再远走高飞。哎，你也怕无言，哎，胡言乱语，哎，你在做梦啊你？刘师兄，我私欲洞察，我把你引以为知己，这生命滚铁，你可不能骗我啊！梁女士，你我私欲洞察，我把你引以为知己，快你却生我阿妹，是茶不思饭不想，书不读诗不应。我才做了这个大妹嘛，把我阿妹嫁了给你，谁知你们两夫才给做了是无中必为。哎呀，你听我。你还我妹妹，娘子她当真不才，不才啊，故作不才，不才。娘子啊，娘子。要是有股山上两朵，我也不想我了啊，刘兄。哎呦，哎，母语不是你的娘子，刘师兄啊。哎呦，梁女士啊，梁女士，啊，你也不用寻死了啊！啊，你有什么事嘛，就给老老实实、爽爽快快的告诉我。说不定啊，我还能帮你想个主意呢。刘兄，哎，刘师兄，哎。新闻是貌不知意，是大是今难为你。上京赴考总对名，要为那下士有归身证明，无知法毛争着气。老夫交接生了你，要我领盼望清秀人气，他非所为家常恶语，因此让我昼夜兼程不停地想不到，为了一时情意呀飞。刘兄啊，娘子早有情，情不见娘子笑的真推身。
妻，父子同朝为从人，忘亲过妻归父婢。我心就是温柔人气，你瞧这五百的兄妹女，今出忘亲过妻另娶妻，枉为农场宠自己，从今与你同有意，你往东来，我往西。哎呀，梁师兄，别跑了呀，别跑了！娘子啊，从今再不亲别离，生生世世在一样亲。妹夫，老爹，看来你们真是患难之际，此地绝非拘留之地，我看你们还是赶快逃走吧。不，我要官复京城，密集君王，替娘子伸冤。